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然后我们一同起立，然后跟你左边、右边的人说，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拍手。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是我。
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脱落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主啊，我们要单单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现在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那些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搅扰你，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没有办法单单来到主的面前，渴望他的这些事情、这些境况。所以说，我们要大声来呼求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你就要亲自的挪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阻扰。我们一起大声开口，我们要来祈祷。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单单的敬拜。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慕。主耶稣，我们那些心中所担忧的，那些心中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放在心中没有办法抹去的，主耶稣，我们现在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我们的定睛仰望你、渴慕你的时候，这些都让人参乱来阻扰。我们要再来唱，主耶稣，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
们欢迎你现在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所以说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大容大张口，主耶稣，我们大大的张口来赞美大你。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你来到教会的路上，有没有淋到雨？这是一场春雨，这是一场恩膏的雨。我相信，就如同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不是只有春天来到，而是耶稣要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伟大的君王要来到。相信的人就说阿们。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欢迎耶稣，欢迎耶稣在桃园，在迦南教会，欢迎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心中，欢迎耶稣来翻转，来震动，来复兴这个地方，让这个地上有上帝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降下了雨，因为这是春天的雨，这是你要使大地万物都要复苏的雨。圣灵恩膏也如雨降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亲爱的圣灵，
我请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进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复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清醒过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生长，能够成长，能够茁壮，复兴我们，让使用我们能够来震动这地，翻转这地，让这地上帝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要再一次用感恩、赞美、敬拜的心，迎接耶稣复活的到来。也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同行，与主同死，也与主同复活。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如此献上祷告、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在你要坐下来以前呢，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复活的耶稣要与你同在，复活的耶稣要与你同在。请坐。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还是在马可福音。我们要读的是马可福音第13章的经文。13章第1节到第8节，好，我来读蓝色的，那请大家来读红色的。耶稣走出圣殿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石头，多么宏伟的建筑啊！”耶稣说：“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了吗？将来要被完全拆毁，找不到2块叠在一起的石头。”耶稣面向圣殿，坐在橄榄山上。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来问他：“请告诉我们，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有什么预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小心，免得被人迷惑。将来会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欺骗许多人。你们听见战争爆发、战讯频传时，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然发生，只是末日还没有到。民族将攻打民族，国家将攻打国家，各处将有地震和饥荒，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耶稣亲口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明白，并且能够进入真理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从马可福音来看末日启示啊。我先来调查一下，你相信有世界末日的，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好，那这个问题呢，可能你没有举手的，要么就是你不相信有世界末日，要么就是你还没有思想过，认真的去思考什么是世界末日。但是按照圣经，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有末日，而在末日前，耶稣给了我们启示哦。而最近好在台湾好这2个多礼拜好这个00940好就是我们的这个 ETF 好这个基金呢好非常的夯好，可能连很多的年轻人好都想要去买好，因为你能够趁早好去投资，趁早好能够去开始理财，可能就可以比人家更早来退休啊。但是好，我要先来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呢，其实可能你们都有经历过，只是你那时候年纪还小。在2008年，好，今年的5月20号，这个赖清德总统就要就任了。但是呢，在16年前，好，16年就是2次的8年，2任的总统前呢，是520马英九就职典礼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股市呢来到一个高点，好，总共有9300多点，因为之前从阿扁那时候，好，李登辉也曾经到1万多点，好，但是阿扁接的时候呢，也是掉，然后又很努力的爬，好，到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呢，哇，一个庆祝行情到了9000多点。可是2个月后呢，就美国发生了房地美的危机，所以股市呢重挫322点。又2个月后呢，美国发生了次级信贷风暴，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台湾的股票呢重挫到5500点，所以从9300到5500，好掉了好3800多点。而
又过了2个月，好，那这2个月当中呢，好，政府也很害怕，所以要赶快限制那个跌幅，只能够在3%，不能再跌下去了。但是还是很无情的跌到4089点了。所以这是这16年来，好2任总统以来啊，好马英九才担任总统6个月的时间，好股市从原来以为大家都要上万点了，要回到上万点，结果呢直接掉了4000多点。然后呢，一路爬，过了16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新的股市，投资之神、股票之神叫做什么特？巴菲特。好，他曾经说了一段话：投资人今天所得到的获利，并不是来自昨天的成长。投资好不是炒短线，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投资不是炒短线。很多人短线就说哇，现在哪一个股票正夯，好，台湾台积电的最夯，所以赶快要去买。可是你要买的时候，一张台积电可能要70几万，好，怎么买得起呢？好，那但是你要去买一些基金，好，可能要去沾一些边。但是呢，巴菲特说，投资并不是来自于好昨天的获利，好，因为这都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他们一段时间长期的经营哦。这张图呢更清楚，好，就是台湾这20年来经过了4次的总统的大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好，这个是在今年1月13号选总统之前的图啊，好，所以呢现在这个高峰呢已经超过了，好，到了上面，这个好小，到了这个最横线的最高20K 2万点之上。那个时候1月，如果有人相信的话，他那时候就跑去投资，可能呢，哇，他现在就获利很高。但是如果那时候呢，大家都是信心摇摆不定，好，举棋不定，可能他还在观望的时候，现在真的要进场要去追的时候呢，来不及。但这个图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好，台湾会跟着美国，跟着全球的金融呢，这个股市，好，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政府，好，现任的总统，好，接下来，好，这个赖清德总统，好，他们走的路线呢，的确，好，是一个稳健的路线，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到台湾，包括像日本，好，它的股票更厉害，有人知道到了多少点吗？4万点，好，他们已经破了，好，如果上个月的时候，他们才回复35年的水准，31000多点了，结果一直冲，好，现在呢，这个礼拜已经冲到4万点。说牧师，你讲这么多的股票，你是要来教我们投资吗？好，还是牧师你都在买股票？好，其实牧师好不需要买，不是不需要，牧师没有买股票，但是牧师知道台湾人都在买股票，所以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姑姑、你的阿伯、叔叔，他们都在买股票。但是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股票呢？巴菲特还有一句话说：有人坐在一个树下，这棵树呢不是原来在那边的，是怎样？之前就有人 long time ago， 有人就已经种下去了。今天台湾股市能够有2万点，好，台湾股市也已经跑了40年了。这些呢这么长的时间呢，好，也是有人在那边种下去。所以，我们不是看到眼前的，你要知道更久以前，但是你要学习看到更远的以后的眼光哦。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看到以前，也要看到未来。我们要看到以前，也要看到未来。你要去知道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你就能够帮助你看见他的未来。所以整个世界的局势，未来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好，其实以前多久以前？好，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上个礼拜，好，牧师拿了这个磁扣，好，跟大家分享，耶稣把磁扣交给谁？12门徒哪一个？彼得。告诉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彼得讲的哪一句话让耶稣把天国的磁扣交给他呢？天国的钥匙。彼得说了一句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信仰的宣告、宣认，彼得顺利的拿到天国的钥匙。所以，天国的钥匙就是你要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而耶稣后来又挑战这些的门徒，说有一种人就是想要救自己的命，但是会丧失自己的命。他想要赚全世界，但是最后却赔上他的命。就算他赚到再多的股票，
这些股票能够让他的性命延长吗？没有办法。巴菲特最好的伙伴叫做蒙格，乔治蒙格。蒙格今年去年还今年过世，刚刚过世啊。可是呢，也是活得很大的年纪。他们因为靠股票，他们投资了几十家的公司，甚至自己旗下就好几家的企业。这些企业他们经营，世人都很敬仰他们，很羡慕他们。但是从巴菲特也好，从蒙格的身上也好，他们可能得到了理财的资讯，巴菲特给他们很多的格言，可是有没有办法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们呢？关键在于要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宝贵的。若人把它当作可耻，那人在耶稣来的时候会被当作可耻。所以耶稣说，门徒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且为了主，为了福音，丧失自己的生命，就要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挑战每个门徒，就是天国的钥匙在你们的手中，但是你们要做的不是像那个少年的官。上礼拜我们讲到那个少年的官，他就是像一只骆驼，要穿过针的眼、针的孔，这么样的困难。即便那个是一个城门的夜间的小门，骆驼还是要跪下双膝走进去，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明白耶稣是救主，但是我们仍然要谦卑的来跟从耶稣哦。所以舍己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能够得救。但是想要救自己，想要跟整个世界一起拯救世界的，最后耶稣说，他得到的只有一个耻。上帝要把他以他为耻，因为他没有在人和神的面前来认他。今天是1年1次的棕树明天对不起，明天好，我们现在还提早好，今晚好，其实在犹太人就已经算1天的开始好，所以我们这个聚会呢是犹太人的聚会。犹太人的聚会呢，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1天的开始，所以6点好，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从礼拜5晚上，所以我们在6点好，其实就是主日的开始好，所以这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我再讲一次啊，今天是棕树主日啊，所以我们在棕树主日的时候呢，代表我们要进入了中文叫做受难周，好，受难周，英文叫做什么呢？英文叫做 Holy Week， 好，我们说一次 Holy Week。Holy Week 它就是一个神圣荣耀的一周，可是跟我们中文的翻译真的差很多。所以当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以为他们都会叫这个什么受难周啊 ，Crucify 啊，然后这个耶稣他就是要上十字架。可是呢，他们都叫做 Holy Week。Holy Week 好是在受棕树主日开始。棕树主日按照圣经4卷福音书都有提到，就是耶稣骑着小驴驹，驴驹好就是小毛驴好，所以真的有一首歌，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好，也真的是从来没有人骑，所以我相信写小毛驴这首歌的人应该是个基督徒，他可能就读了这个耶稣荣耀进城的时候呢，耶稣骑着驴驹，好，结果呢，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子，来到了耶路撒冷。当众人夹道欢迎耶稣，拿着棕树枝，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他们的口中喊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Hosanna 和散那 ，Hosanna Hosanna， 大卫的子孙，好拯救我们。Hosanna 我们都会当作是赞美的意思，可是 Hosanna 好，你去看每卷圣经，它后面的注释都有个小字 ，Hosanna 的意思就是求救。好，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 ，Hosanna 就是求救。这一群人，你觉得他们是在赞美还是在求救？他们好像没有战争，他们好像没有遇到饥荒，他们好像没有遇到地震台风，他们应该是在赞美吧？好，因为每个人都拿棕树枝在挥喊。但是如果我们看了圣经，你会看出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在求救，救什么呢？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控制，脱离罗马人的手，因为那时候是罗马帝国。这群犹太人他们已经灭国灭了400年，
400年前他们国家就被灭掉了。这400年来，他们经过了巴比伦，经过了波斯，经过了希腊，现在来到了罗马，这都在圣经的预言当中。而他们被罗马政府管到，他们想要有自己的国家，想要有自己独立，但是呢，没有一个君王，因为他们在整个犹太人当中没有一个君王，只有这个耶稣，他是现在最红的网红。耶稣他的名声好，从北边加利利好到约旦河，到耶路撒冷，大家都听见他。而棕树主日就是一个复活节 （Holy Week）， 所以礼拜天好，耶稣进城，然后又出去伯大尼。礼拜一来到圣殿，洁净圣殿，在那边教导，所以我们说训诲日。礼拜二继续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辩论，所以礼拜二非常的忙。耶稣的礼拜二的行程是最多的一天。礼拜三在4卷圣经当中都没有记载，所以人家认为他那一天就是安静去退休。礼拜四就是礼拜四的晚上，其实就是礼拜三的晚上咯，就是礼拜四的开始，就是耶稣他们就去去马可的家中，在那边用最后的晚餐，然后整个晚上去客西马尼园祷告，后来就被犹大出卖，抓去公会审问，又送到了希律王，又送到了比拉多，来来回回跑，一直到礼拜五下午3点，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断气死了，被埋葬，在6点太阳下山以前把耶稣埋葬。然后呢，就安息日的开始，所以他们一直到因为礼拜六晚上安息日结束，可是天黑了。到礼拜天的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有一群人，特别是一个妇女，就是下礼拜我们所要分享的。他们第一个冲到那个坟墓，结果看到墓穴的门打开了，耶稣没有在里面的，耶稣他复活了。所以刚才我所讲的呢，你可以从这4卷书马太、马可、路加，通通可以看到耶稣光荣进城的记载。4卷福音书当中4个都有记到的事件很少，因为约翰福音他写作的方向最不一样。但是约翰福音他写作的方向不一样，可是对约翰来讲，他认为重要的他都写。所以5饼2鱼，上次我们说是5饼2鱼唯一一个神迹是4卷福音书都看得到。而光荣进城之后，到耶稣被捕的这一段，也是4卷福音书都没有漏掉的。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的作者们，他们都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一直到耶稣死了、安葬、死了、埋葬完成。所以这张图，其实我们现在读的是马可福音啊，而我们今天读到了13章，应该是明天啊，就礼拜天我们会读到13章的第1节，就是要进入到耶稣他已经进城，而且他在世上的最后1周，他所留下。所以很快的让大家看，这礼拜天耶稣他从图的最右边的伯大尼，经过了伯法其、橄榄山，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众人就夹道欢迎他，然后欢迎他。耶稣在耶路撒冷一圈之后，太阳下山以前，他又出城又回去了。礼拜一他又来到了圣殿，在圣殿当中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并且还洁净圣殿，赶出圣殿当中做买卖的人，然后在圣殿里面医好病人。礼拜二，耶稣最忙，就是和这些公会的人辩驳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还有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遇到的毁灭，还有人子要再来的事情，并且他在西门的宴席，玛利亚就打破珍贵的玛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那一天犹大他就去串通了祭司要怎么样来卖耶稣，而且价格都谈好了，就是30两银子。礼拜三圣经没有记载，礼拜四他们又进了耶路撒冷，然后那天晚上耶稣叫门徒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然后耶稣为门徒洗脚，预告这些门徒将要不认他。傍晚的时候，他们在晚餐当中，这些门徒还在吵架，谁最大？但是耶稣说：“不要吵了，跟我一起去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痛苦挣扎的祷告。然后祷告当中，祷告3次，犹大就带着官兵来捉拿耶稣。耶稣首先被抓到亚拿的家，亚拿是前一任大祭司，后来又带到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家，是亚拿的女婿。然后呢，又带到公会，给71个人审问。然后呢，审完之后呢，送到衙门，再送到行宫，再送到衙门。然后呢，最后就是
行宫是希律王的家，衙门就是比拉多的衙门。然后呢，天亮的时候呢，好，比拉多说：“好吧，你们要怎么样？好，由你们来决定。”这一群众人整个晚上疯狂没有睡觉，在那边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耶稣好就被鞭打，然后呢脱掉他身上的衣服，背着十字架，然后一路走了苦路12站，最后来到各个他。其实中午的时候，从中午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一直到下午3点的时候断气。然后断气之后，好，本来官兵还要打断他的腿。好，你知道十字架被钉在上面的时候，是只有靠你的手掌的肉，2只脚掌叠在一起，1根钉子，好，总共用3根钉子吊在那边，其他没有绳子绑住你，所以那个是整个要消耗很大的体力。但是呢，本来按照罗马人规定是要打断他的腿，好，确定他真的死，好，但是呢，因为耶稣好，他的腋下这个热下，好，这边呢有水流出来，代表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所以他就没有被打断腿。所以这也是先知撒迦利亚在400年前的预言，说他的骨头1根都不会折断。所以耶稣好，他真的就是按照400年前圣经的预言，又被出卖，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受死，但是他的骨头1根都没有折断。后来他就在坟墓当中，好，进入了阴间。好，这是彼得说的。我们说这个使徒信经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童贞玛利亚首生。我在本勒多比价受难、受死、埋葬，再来呢，降在阴间，第3天复活。所以耶稣死的这3天3夜当中，他在哪里？就是按照圣经的传统，他到阴间去了。但是在主日早晨，他复活，就是下个礼拜，好，复活节。好，所以我大概只用5分钟的时间，好，把这个礼拜好我们会读到的圣经，还有整个受难周 Holy Week 好的这个4卷福音书，好，大概很快速的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的目的呢，好，是要你们有个概念，为什么我们要过 Holy Week？ 在这个 Holy Week， 在这一周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跟耶稣一起进城？我们可不可以跟耶稣走这一段路？我们可不可以花一些时间来思想、来看耶稣他在做什么？所以在教会当中，好，这是在美国的教会，他们在 Holy Week 好都非常的忙碌。从礼拜天开始的 Palm Sunday 的这个主日，好，棕树主日，礼拜4会一个洗脚日，好，这个就是着足，就是他的脚是在泥巴，所以要洗脚日。耶稣为门徒洗脚。礼拜5就是耶稣好受难的那一天 ，Good Friday。好，所以受难日在英文叫做 Good Friday。我们说一次 Good Friday，Good Friday。好，然后呢，礼拜天就是 Easter Sunday， 好，就是复活节。所以在受难周当中，好，纪念这些事情，它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传统，而是一个我们的心跟耶稣一起来走。所以我们透过马可福音从11章、15章，好，短短的5章，但是呢，我们可以来看耶稣所走的路。今天牧师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马可福音耶稣最后这个礼拜当中，其实也只有2天当中，2天的信息里面，耶稣最后2天的教导里面，他却对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末日的讯息。首先，他讲到了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1章12节到14节啊。第2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以前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教会的牧师馆后面就有一棵无花果树。这棵无花果树呢，好，真的是很棒。为什么？因为它的叶子很宽。所以它不用很多的水，而且它很厉害，因为在拉斯维加斯干旱的地方水不多，你只要给它一点的水，可是它还可以长果，而且长出来叶子之后呢，它从叶子下面长出无花果的果实。那果实呢，好，营养好的话，那可以长到这么大颗。那个果实，你们有吃过无花果的，请举手一下。有吃过无花果？只有2位，好，谢谢。无花果根据调查，好，对我们的脑有帮助。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吃无花果，怎么样？多吃一点，
如果你觉得你脑袋很好的话呢，好就可以少吃没有关系，让给别人，让给别人吃。下次如果有人收到礼物，有人送你一盒无花果的时候呢，好就是他可能就是在鼓励你，好补你的脑。这样这个食物呢，好其实但是我在另外一个会友家，他家无花果真的是更多，多到是在地上都没有吃，好太多哇，好可惜。一年长个几百颗的无花果，都长得这么大颗，可是呢，都熟了之后，全熟就是紫色变成黑色，掉在地上，都被鸟吃去。可是这棵无花果树，它的特征，远远就可以看到，表示这棵无花果树很小还是很大？很大棵，你远远圣经说远远就可以看到，耶稣饿了，好，圣经里面呢，好，耶稣哭了，好，但是耶稣也跟你跟我一样饿了。饿了呢，他就来树下找无花果，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可是呢，看一看找不到，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无花果盛产的季节，它要到7月、8月，就是它盛产的季节。这个时候无花果会长，可是呢，小小颗的，但是耶稣饿了，他可能要找个小小颗来吃。可是他找不到之后呢，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我们会觉得耶稣你这样太不合理了，现在也不过3月4月，无花果它结果子也小小的，而且吃起来好绝对你不可能想吃的，好那个根本不可能想吃的。可是呢，耶稣咒诅他。好，马太福音记载，当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之后，这棵无花果树立刻就干了，枯干了，一棵很高大的无花果树，而且干到连根都干了。但是马可福音的记载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干了。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其实这是一个预言，无花果树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读过约翰福音，12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拿但业，拿但业，他在其他圣经叫做巴多罗买。拿但业他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约翰福音第1章，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在无花果树下做什么？读他们的旧约圣经，所以无花果树好，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要读圣经真理。而耶稣的预言就是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就是预表了上帝将来不再透过以色列来分享真理。本来以色列人、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们要把圣经的真理传出去。好，你读了以赛亚书，就说这个上帝的仆人要把福音传到海岛，传到万邦。可是呢，好，所以才会有句话说，那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是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这个心非常的刚硬，甚至到了最后一周，这些以色列人、文士、祭司、大祭司，他们还在想要怎么样去陷害耶稣、出卖耶稣，甚至要杀害耶稣。所以耶稣就预告了，将来福音是要透过外邦人，透过教会。所以今天传福音已经不是犹太人的工作，过去是犹太人从亚当开始，亚伯拉罕、摩西到大卫到所罗门一直传下来，他们都是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上帝的子民。可是当耶稣预言预告之后，福音就不再透过他们，所以你很少看到犹太人在传福音。还是有犹太人的教会，还是有犹太人基督徒，可是上帝不再透过以色列来传福音。这一件事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耶稣说：“那在前的将要在后，而在后的呢，将要在前。”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一个已经在教会很久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分享真理，你没有把上帝的话分享出去，可能就变成那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所以在后面，好，马可福音就记载，果然隔天无花果树枯干了。这个照片是一个真的照片，无花果树很高大，可是它枯干是代表什么？上面的叶子全部啪掉下来，全部都掉了，而且连它的树根都枯死了。所以这个是诗篇第1篇所说的，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因为它的根跟水有连在一起。可是当这个无花果树，它的根没有吸收到真理，没有吸收到圣经上帝的话，它上面完全没有作用。这棵无花果树真的没有作用，所以无花果树长得很快。好，以前我们牧师馆的这个后院常常要去修剪它，那个修剪下来树枝啊还很多很大。可是呢，如果你没有结果的时候，这棵无花果树真的只能够拿来乘凉用而已。但是枯干之后，耶稣又对门徒说：“你们要有信心。”这些门徒就来问耶稣说：“为什么这棵树死了，连根都干了？”耶稣进一步说：“因为你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甚至在马太福音说，耶稣说对一座山说，起来挪开此地，投到海里去。那一座这个事情也要成就，就要为你们来实现。所以耶稣告诉这些门徒，无花果树代表真理，代表对上帝的信心。可是这样的信心来自于，若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该饶恕他。这一段话呢，本来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可是马可福音彼得却把它放在无花果树这个事件上面了。所以它代表的意思，哇，这个好像应该没有错，好，少了一行啊，代表了说呢，真理的结果就是要恢复关系，因信称义啊。好，所以真理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说一次，恢复关系，再说因信称义。一棵无花果树代表了结果，就是结出真理的果实。你有没有结出真理的果实？就是你要恢复关系。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不好，如果你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如果你跟教会的关系不好，代表我们里面缺少真理。我曾经看过，有的人记仇记恨一辈子，记仇记恨一辈子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的苦毒。我曾经看过，一对姐妹，应该是4个姐妹，里面呢有2个妹妹都被自己的爸爸霸凌过、欺负过，所以他们对他们的父亲是非常的害怕、恐惧。可是当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学到真理，他们学到饶恕，他们知道他们要回去找他的爸爸，要跟他爸爸主动和好。这对他们原来来讲不可能，他们认为说，他们最恨的就是爸爸，他们最讨厌的就是爸爸，他们一辈子都不管爸爸的死活，绝对不要跟他在一起。可是当他们心中有真理之后，他们居然主动的回去找爸爸，而且爸爸其实也生活过得很糟糕、很惨，他们还继续的照顾他，还继续的陪伴他，一直到他爸爸离开。好，他爸爸是在去年离开，就在我们桃园过世的时候，这个姐妹她们会为爸爸难过，可是她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给他们完成这一段路。他们从小到大跟爸爸关系都没有这么好。他爸爸后来是在家中暴毙死掉的，因为酒喝太多。可是在这个恢复关系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真的是上帝做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主动的恢复关系，所以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变得更好，因信称义哦，因信称义。所以成为一棵无花果树，要结出真理的果实。好，所以跟你旁边祝福说，我们都是无花果树，要结出真理的果实来。
我们都是无花果树，要结出真理的果实来。阿们。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恢复关系。如果牧师说恢复关系，我又讲了一个例子，你第一个想到会是谁？那就是上帝的感动，因为你听了耶稣的话，然后你知道你自己最知道你跟谁的关系需要恢复，你就要祷告。所以祷告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饶恕他。你饶恕他，你才会去面对他。你面对他，你才会主动的去关心他，关心他，你才会跟他关系变得更好。第二个故事在12章，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而且这个葡萄园规模很大，还有篱笆，还有榨酒池，还有一个守望楼，然后租给很多的佃农。然后这个主人开垦预备好了一切，好像一个台积电盖好之后呢，主人就出去交给这些员工来处理。可是呢，这些员工想了什么呢？说我们要霸占这个捡现成的，把这个这么好、这么棒的地方，我们把它霸占起来。所以每次主人要来收租、收葡萄，他们都拒绝交，反正主人也不来。所以主人去了，派仆人去几次，这个仆人就被打，甚至这个仆人就被 K 闹，然后呢还杀了主人的仆人。这个主人说：“好，那我就派我的儿子去，因为这个葡萄园是我要继承给我的儿子的。”可是呢，这些的佃农他们就想说什么？这下这个主人的儿子来了，来吧，我们就杀了他。这个主人也老了，以后呢他就没有人可以继承。这些产业全部都是我们的，非常的狠啊！结果果然杀了他。但是这个故事呢，主人后来他就带着他的仆人来，因为知道他的儿子被杀死，就带着他一票的仆人来，然后呢，把这些的恶园户呢，全部都抓了，而且全部都杀了，全部都丢出去葡萄园外面。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最后葡萄园的主人怎么做呢？他把这整个葡萄园通通转让给别人哦，转给别人。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在他离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最后的一篇、最后的倒数第几篇的讲道当中，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因为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引自诗篇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耶稣所说的是这个丢弃的石头，可是呢，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所以我们说房角石啊，就是 cornerstone， 有听过吗？房角石，房角石有2种 ，corner 就是在转角的地方，好，那个柱子房屋的边缘，好，然后在最下面这一块，好，你要看在有的国家，他们会在这个旁边，好，就会写这是在哪一年盖的，好，就刻在外面，房角石。那是比较多，但是呢，另外一种房角石是在门，那个门是用石头叠起来的，好，拱门。然后那拱门呢，每一个石头可能都是方的，可是这个石头到最后面这一块呢，它就不能够用方的，因为那个石头插上去的时候呢，是让两边的拱形的石头都要钉起来撑住，所以它只能够找那个不是方的石头。所以匠人一开始好，他都一定是找方的。这个4角的，好，然后很好切的，可是最后因为这个拱门如果没有立起来的话，这个房子就没有门，好，而且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房角石，所以他最后是匠人就去找了那个形状很特别，可是刚好可以塞进去的那一块石头，就成为那个最重要的石头。这句话呢，这个预言，这个比喻呢，是在预表上帝不再透过以色列传承产业。这些在上帝的天国当中是一个葡萄园，这一些的园户呢，本来就在上帝的国度，就在以色列，就在迦南地，他们在那边生存，住了上千年啊，几百年了，也没有上千年。可是后来被掳归回之后，到耶稣的时代，的确已经快要上千年了。他们在那个地方上千年，1000多年，上帝本来要给他们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呢，他们自己却杀了耶稣，这个主人的儿子，
所以主人呢就决定去找那个外面不起眼的石头，就是外邦人。好，所以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他怎么去讲这一段，就是外面的野橄榄，但是呢插在橄榄树上，然后就结出了橄榄啊，这是上帝的计划。而果然，耶稣的预言在14章出现了，祭司长、文士都要来杀耶稣，甚至耶稣12个使徒里面，犹大也在帮助祭司长怎么样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甚至耶稣在最后晚餐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呢，这些的门徒一个一个的问：“不是我吧？”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好像也是有一点起起伏伏。他们不晓得自己会不会去卖耶稣哦。但是耶稣说，就是跟我一起用沾饼的盘子那个人，就是要卖我。好，但是就是犹大。可是呢，这个事情果然发生，而更重要的是，上帝的产业不再是只有给这些以色列人，而是外邦人。因为耶稣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最后一个，耶稣在末世的预言，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一段记载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花了2章的篇幅来记载。马可福音呢，记载在第13章整章1到36节。这一节呢，末世的预言里面呢，讲到几件事情。就是他们刚才我们一开始念的，他们来到圣殿，哇！每个经过圣殿说，哇，多么雄伟的建筑啊，多么了不起伟大的建筑啊！这些石头多么大，好，因为那时候所罗门盖的圣殿，好，盖到耶稣这个时代已经盖好了900多年。对不起，所罗门的圣殿后来在这个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呢，就被摧毁了。但是后来所罗巴伯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所罗巴伯又盖了第2个圣殿。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呢，也已经过了400年，甚至希律王的时代，他还重修圣殿，他还找了更大的石头来做他的外墙。所以他们就在称赞这个新的圣殿外墙看起来好赞哦，这个教会盖起来好高好大。耶稣冷冷的讲了一句话说：“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而不被拆毁。”意思说，他们叠着这么高的石头，最后石头都会散开，而且呢，被拆得干干净净。所以门徒问了2个问题：老师，耶稣，你说的这个事情有可能吗？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有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而耶稣接下来他讲的2个重点，因为你要看完整章。第一个重点就是会有假先知来。当假先知来，他会来迷惑人。迷惑人之后，大家就开始吵架，吵到一个程度就开始打仗。所以民攻打民，国多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但是这一切都是灾难的起头，还没有完。但是呢，你们还会为了耶稣的缘故，就是这些门徒，为了耶稣的缘故，被交给议会，被审问，被鞭打。但是到时候你们不要害怕说什么，因为圣灵会帮助你们说什么，所以你们会被人所憎恨哦。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 peace， 我们都希望和平过日。可是耶稣的预言当中，是他的门徒，他的信徒会有因为面对假先知，卷入战争，卷入灾难，甚至还被人憎恨哦。而耶稣只有说一句话：坚忍到底，终必得救。这是上面的 A part 的部分 ，Part A 的部分。Part B 呢？耶稣另外一个重点，更惨的在后面，有假基督来，假基督、假先知联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呢，这个灾难不断，已经不是只有人为的灾难，是超自然的灾难哦，甚至这个灾难是空前的灾难
但是呢，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还用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连选民这些本来要被选进、拿到天国钥匙的选进的人，他们也被迷惑，就被拐跑了。但是最后，耶稣的焦点回到人子，他要回来，而且他要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来临哦。这个耶稣他的教导就到这里结束。这个跟末日有什么关系呢？圣殿，现在的圣殿只剩下一面哭墙了。假先知、假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从耶稣那个年代就非常的多哦，《使徒行传》就已经一堆。好，到我们今天还是有，但是这些灾难也有，地震也有，饥荒也有，战争也有。好，但是唯一没有发生的，就是最后这句话：人子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而来。今天是棕树主日，也是一群人在喊着“侯沙那，侯沙那”，耶稣救命、救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刻。今天，如果我们庆祝棕树主日，你会希望耶稣救你什么呢？可能考试考不好啊，我这科快被当掉了。好，现在考试已经好，第一次考没考好，耶稣救我，帮助我，好，让我下一次期末考可以考好。好，如果我没有被当掉的话呢，我就来敬拜你，我就来服侍你。好，这个耶稣好救我，好，这个钱快要缴不出来了，好，这个账单快要缴不出来了，好，然后呢，现在老板又没有给我加薪，好，帮助我，好，如果我能够顺利缴完这个账单，我就信你。我们可能会跟耶稣求很多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求的是关于末日当中我们要向耶稣求的。今天我们听到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群因信称义，因为真理关系恢复，因信称义，然后这一群的选民，他们要结出果子去分享真理。今天我们看到听到耶稣说守葡萄园的比喻，是代表有一群人是忠心良善，他们也是选民。这一批忠心良善的选民，他们是有资格能够继承产业，好，但是我不要把它写继承，因为我们要传承这个产业到我们的手中，可是不是到我们这一代，你要再把它传下去，所以选民要把产业传承下去。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些，我们现在在场当中，好，有一些已经是迦南教会的执事，好，执事也有长老。就是你已经继承了迦南教会的上帝在迦南教会的产业，这个产业不是给牧师的哦，是给长老、执事来继承。但是我不是强调它不是继承，它是要传承，所以就有责任，你要再把这个迦南教会的产业要继续的传下去，好，传给下一代更年轻的一代。而耶稣第三个讲到圣殿被毁的预言。是耶稣，他有一天要再回来再临，要召集他的选民。所以这就是整个耶稣在末日当中的重点。我们要去分享真理，我们要懂得传承产业，还有就是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哦。所以选民你要面对的两个对象，第一个就是假先知。第二个就是假基督啊，好，所以下面这两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选民要谨慎，有假先知；选民要警醒，有假基督。这两个词都是在圣经当中，耶稣告诉门徒所用的词。谨慎就是你要很小心，这个假先知他报给你的股票。一下00940，好，一下00939，一下告诉你哇去买什么去投资什么，结果最后通通被套牢，最后通通变成壁纸。不只有这样子，假先知他还会把产业、教会的产业带走，甚至好就把羊群带走。
假基督更可怕，他说我就是耶稣，我就是基督，所以全部都听我的，全部都来敬拜我，好，就把自己化身为基督。这里有一张图，看到一个牧者，牧者呢从背后来看，你看不出来，他有挂个披风，好，然后他也拿个杖，然后他也发出很像牧人的声音，后面这一群羊呢就巴拉巴拉就跟着他。可是从前面来看，这个牧者其实不是牧者，他是一只大野狼，把这些羊要带到哪里去？带到他家去，带进去通关起来，一只一只的宰羊，变成肥羊胎吃掉。在末日当中，我们要谨慎的就是假先知和假基督。这里有7件事情，假先知和假基督他们的特征。第一个，他们贪不义之财。假先知、假基督，他们对钱铜钱味很喜欢，他们会去要人奉献，鼓励人大量的奉献。然后呢，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奉献很多，所以不代表每个奉献很多的教会一定都是真理的教会，有时候那个钱财是不义之财。而且呢，第二个，他们会有捏造的言语，若是若非，讲圣经的话。可是他篡改圣经，那还是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所以有一个异端，以前叫做东方闪电，现在在桃园很多，他的大本营在桃园，叫做全能神教会。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桃园，他们就登全版的报纸，那全版的报纸全部在写圣经，根本就不会有人去看。可是他们的目的只是在打他们自己教会的知名度。然后让人家以为他们都是在教导圣经的教会，真的就有人去到他们那边。去到那边之后呢，全能神教会，这个在台湾比较少，可在中国就确实有发生。他们就控制这些信徒，然后呢就威胁这些信徒，甚至有一次上新闻，就是在麦当劳里面就打了这些信徒，在麦当劳里面。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新闻，可是他们的教导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基督，叫做女基督。说这个女基督呢是在河南还是云南？河南降生的，所以他已经取代了基督哦，捏造的言语，把真理篡改，妄称神的名，而且不爱惜羊群。这些会众，这些来到教会的人，你们只是工具人，你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地方做得满满的，然后呢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不要问为什么，然后也不可以顶嘴。然后呢，台上说什么就照做什么，然后不爱惜羊群，而且造成了结党纷争，会有秘密的小团体，然后呢会带来分裂，所有的荣耀归给自己，最后的目的就是使人远离神。问题是，本来这一群羊都一个一个是选民，他过了好多的过程，好不容易拿到了天国的钥匙，而且他还背起了十字架，跟随耶稣。走这个窄门，然后呢，跟到耶稣最后一刻，可是却在末日的当中，他没有办法分辨，被迷惑，被假先知、被假基督迷惑，以至于最后远离神。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个执事，后来到了龟山，成为一个长老。他担任长老之后，他接触了全能神教会。接触了全能神教会，他完全的跟着他们一起，完全跟着他们一起。教会的人怎么样劝他回来，他都不回来。我也曾经打电话给他，劝他回来，可是他完全不回来。到今天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他以为他在传福音，可是因为他对圣经的认识不够，所以他认为他在全能神教会得到的造就，才是最好的，才是最饱的造就。因为他们真的是每天读圣经，而且他们读圣经还有做的姿势，然后很认真灵修，很认真祷告，很认真聚会，大家做的都是做的超正的。然后每张照片每一个都是很敬虔，就像我在美国看到的摩门教，我看摩门教看起来都比基督徒还像基督徒。真的是这样，他们每个人去做礼拜，都是全家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
然后摩门教的教堂一定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他们外面的花园好一定整理得很漂亮。我们在桃园有摩门教教堂，大家都盖一样，而且呢，这些基督徒一定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和善，而且都会主动跟你打招呼。甚至你去到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摩门教的大本营去那边参观，他们的导览员非常的热情亲切，完全不收费。你会觉得哇，这些人看起来就跟我们在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师兄师姐让人家的印象一样，非常的好。表面上，可是他们的心里面所相信的，不再是只有耶稣是唯一的君王。他们心里面所宣告的，不再是承认基督是世人唯一的盼望。摩门教他们有一个叫 John Smith， 他们的教主，好，他们认为这个教主他从拿到一个金叶片之后呢，他得到了超自然的启示，所以上帝已经把耶稣的工作喊卡，然后让这个 Joseph Smith 好继续基督的工作。女基督也说要把耶稣的工作喊卡，然后呢就要来敬拜这个女基督啊。所以在末日当中，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圣经是不是认识了解。如果我们对圣经一知半解，就算你在教会长大，就算你做了教会的执事，成为教会的长老，可是当耶和华见证人来考你圣经的时候，你答不出来，你就输了。当摩门教徒拿圣经来考你的时候，你答不出来，你就跟他去了。当全能神来找上你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脸书一天到晚都有人跟你说：“嗨，你好，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好，有收过吗？然后都会跟你说他是基督徒啊，你们有回吗？不用回，好，因为他就开始问你圣经的问题。你问不出来，他就告诉你：“来，我带你去参加聚会，你会在这边得到你的圣经的答案。”然后呢，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跟他在一起。他们都已经有套路，因为我在台中盘顶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传道分享，他就差一点点进去，差一点点，因为他想说聚会了几次之后都还 OK 啊，都在读圣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说我一个表哥，其实表哥就是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已经的配套好了，然后就是在下面都有口条，所以是真的，人家是真的是抓教会的羊，这些长老教会的羊最好抓，为什么？因为长老教会的羊都不读圣经，最好抓，因为你随便问他一个圣经，一问就倒，一问他就不会。所以说，来，我带你去读经。你们教会都没有在读经哦，你们的牧师都没有在带人读圣经。来，我带你去读经，没关系。好，然后你就开始，他就陪你读圣经。在末日当中，本来是选民，但是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对于圣经的疏忽，他那个钥匙就这样子拱手交给别人，也不是交给别人，他就留在这边，人就走掉了。我们要成为无花果树，是一个多结果子，能够分享真理。我们要看守上帝的葡萄园，是要忠心良善的管家，要继承也要传承神的产业。我们会面对仇恨，面对战争。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要谨慎忍耐，而且我们要见证基督。而我们会遇到毁灭灾难。好，如果末日来到，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个毁灭性的灾难。但耶稣也告诉我们要警醒等候，预备主耶稣再来。所以复活节到了，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复活节下个礼拜天就复活节，复活节不是只有耶稣复活，耶稣复活，然后耶稣一年就在这一天复活，其他天都不复活。其他天好像都钉在墙壁上面，都在你家的画上面一样。耶稣就在我家的画上，只有在复活节那天，他会来跟大家嗨，我复活了。然后复活节结束之后，我又回去墙壁上。你在生活当中，你跟耶稣的关系只有这样吗？还是你真的活出每一天复活的耶稣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复活节不是只有庆祝，复活节还要欢迎耶稣再来。圣诞节也是一样。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通过选民的考验？
不是以为你在教会受洗了，然后你已经成为教会的执事长老，甚至你也去读神学院献身，你就保证你可以带着这个钥匙跟着你一辈子，走到天堂的门口。你知道你遇到假先知、假基督那迷惑人的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回答他呢？他拿出圣经，我也当传道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个会友，他真的就是被带到耶和华见证人会去，所以呢，他的婆婆还是公公就很担心媳妇去耶和华见证人，所以我就陪他去聚会，就告诉他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他马上坐下来，弟兄，你知道以赛亚书60章第几节这一节的在讲什么吗？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开始考你，我完全没读过那一节，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准备好了。然后他们聚会呢，就是在念他们的资料，他就是要你今天你听完讲道，等一下就是拿着东西出去讲，然后讲道完之后，2个人上来，一个坐在这边，一个坐在这边，他就会教你怎么样出去。他们都那个是2002年的事情了，20几年前，他们就是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是我们要坚忍到底才能得救。好，我们一起来读这4句话，来，请。我要多结果子，并分享真理；我要忠心良善，并传承使命；我要谨慎忍耐，并为主见证；我要警醒等候，并预备主来。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世界上唯一的盼望吗？你相信耶稣是唯一的君王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如果你不高举耶稣，明天就高举其他的事物、人事物。今天你没有好好的敬拜耶稣，明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不是居首位。你没有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你怎么期待耶稣能够把你在天国的时候放在第一位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牧师鼓励你，挑战你，好好的爱耶稣，好好的认识耶稣，好好的听耶稣每一字每一句在圣经当中所说出来的话，而不是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小时候主日学就上过了。So what？ 你能够抵挡假先知？你能够抵挡那个迷惑人的吗？当人家预备好带着改过的圣经要来洗你的脑的时候，你有办法去面对吗？唯有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只有按时候结果子的人，他才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的叶子是永远不枯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打开圣经，好好的听神对你所说的话。你一辈子的时间，能够读圣经的时间加起来并不多。你以为以后还很多的时间，但是那一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当饥荒来到的时候，当战争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希望，但是就像贼一样，预备好的就能通过，预备不好的就卡在那里，完全没有预备的当下就阵亡。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因为耶稣君王他要降临，耶稣一定要再来。圣经所说的末日，圣经所有的预言，6000多个预言，6000多个应许，全部都已经发生，只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耶稣再来。让耶稣再来，成为我们在基督徒生涯当中的盼望和中心。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耶稣，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欢迎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
中心，主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你是全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是我们再次来抓紧耶稣的时刻，让我们用心灵来呼求耶稣，赞美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主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君王，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耶稣要降临，降临的时候，我们所看到耶稣，绝对不是你在马可福音看到那一位仁慈的耶稣。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当你下次真的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是穿着战服，骑着白马，身上白衣有血。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来征战的。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说哦，来，小朋友来坐在这边，再一次听耶稣讲道。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哦，小朋友来，大家坐好，我们一起来聚会。当耶稣来的时候，是征战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征战，但是你知道要去跟谁征战，要去哪里征战吗？”我们欢迎君王，侯撒那，侯撒那，耶稣，我们欢迎你。你知道，你欢迎来到的那位耶稣，他是要去来毁坏那空中执政掌权，还有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是要跟仇敌来征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棕树主日，我们在地上、世界上的人已经欢迎耶稣一次了，下一次再欢迎耶稣来，就是耶稣第二次回到世界上的时候，是要带领我们征战。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征战多久？1000年，1000年的征战。有多少人你要参加耶稣这1000年的征战？有多少的人你可以用你手上的股票，
你可以用的00940就可以加入这个耶稣的征战吗？加入耶稣的征战，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结果子，好好的知道赶快去饶恕人。你没有去饶恕，你没有去原谅，你没有去恢复关系，你的无花果树是空的，是没有果子的。只有你去实践神的话，去修复那关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结果实。你发现你可以去分享福音，你发现你可以去分享真理，你发现上帝要把产业交给你，上帝要把产业交给你，你要管理的是神的国，不是只有台积电，不是只有地上的企业，不是只有一间 Google， 你要管理的是神的家中的事情。你要起来征战，你要起来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起来征战，而你要预备好，预备好，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起来征战的门徒，让我们拿到天国的钥匙，把钥匙带好，不要让这钥匙又掉了。敌基督迷惑人的，就是把你的钥匙说这钥匙没有用，这钥匙是一个好看的装饰道具。来，我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但是这不是在中国，在我们的桃园全能神教会非常的多，摩门教非常的多，耶和华见证人楼上就有了。哪一天他下来跟你传福音的时候，哪一天他聚会完，他已经读好的，准备好了，你刚才从这边出来，请问你们今天读了什么圣经？你知道这个圣经什么意思吗？他穿得非常的 nice， 非常的有礼貌。你怎么去跟他回应？你怎么去跟他对话？你怎么去跟他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加油，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你在耶路撒冷，你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周，你甚至在最后的讲道当中，你担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进天国，担心的就是我们不能起来欢迎你来，预备好自己，直到耶稣再来。主啊，透过今天晚上的信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了，牢牢的记在心中，并且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礼拜，再把圣经再读，读到耶稣的话真的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预备好，知道我们要征战，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愿主耶稣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关系上面能够恢复，让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小组里面的关系、学校的关系、职场的关系，我们都要活出见证，让我们的无花果树能够结出果实来，让我们的生命有真理的见证，有真理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是出于我们的甘心乐意，它也是一种行动，要为主的圣工来使用。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
选，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使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多读圣经，更认识你。阿门。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阿门。让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恢复，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阿门。成为上帝的见证。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持续站立，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来宣告。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还想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成为神所拣选的选民，能够按时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们所做的一切都顺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阿门！哈利路亚！请坐。好，接下来是报告时间。OK， 那我们我先感谢陈博士牧师在今天的周二礼拜，然后来讲道鼓励，那真的建造我们的生命。谢谢陈牧师，谢谢你，感谢神。好，那接着呢，在3月24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9点，那在33号新堂，召开就是2024年的临时会员合会。那重要的是说，明天将进行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的拣选。哦，所以如果你明天没有办法到的，那请在今天结束之前，要向小组长提出。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一段关于陈牧师的一个介绍的影片，那我们来看影片。各位迦南的家人，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在2005年到2015年共10年的时间，参与迦南教会的团队事奉和嘉光教会的建造。没关系，有真人配音。对，继续播。其实上礼拜就看过了嘛，应该看本人就可以了。好，没关系，我们好久沉默点。的建造，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成长最多的阶段。感谢郑正仁牧师带领的团队，也感谢迦南兄姐们热情的接待，让我带着迦南教会的祝福前往各地服侍。一转眼又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
在这10年当中，我深刻感受到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的重要。因此，我不断祈求上帝帮助我在牧师生涯中，能把这2件事做得更好。感谢本会聘牧小组的推荐，以及全体小会员的接纳。在3月初，正式向新竹中会禀请拣选我为本会第6任的牧师。如果是10年前的我，必定觉得惶恐不安，生怕无法担此重责大任。但经过全球疫情的冲击之后，我更担心，若再不加紧脚步，为主做工，奠定圣经和传承下一代的使命，教会和教会的将来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就是我今天讲的。自从我2020年正式向上间教会提出辞呈之后，共收到很多国内外教会聘牧的邀请。对我而言，如何拒绝教会，比如何选择教会更感到头痛。但更担忧的是，无论是海内外教会，教会欠缺合适的传道人，已是白热化的问题。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是合适的传道人，而是我看到太多的教会没有把心力投注在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上面。因此，当牧者离开之后，许多教会没有传承，几乎空转，实在是相当的可惜。我很希望能和大家更多分享我的领受和感动。如果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也合乎大家的期待，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在同样的目标上面来前进。如果不是合乎大家的期待，那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祝福。上帝国服事的道路是非常宽阔的，祝福迦南教会能够顺利选出合上帝心意也合适迦南教会的牧者，也祈求圣灵的带领，让使徒行传能够继续在桃园迦南教会写下新的篇章。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这个是新的。好。对，所以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哦，明天一定要来。明天在这边吗？还是在隔壁？在这边。OK， 好。好，那我们直接撞呢，就是社青小组在现在在每周4的晚上7点到8点半，在49号701教室呢也新增了周间小组的时间。那如果说你当周的周6不能来的，那都就是可以善用这个小组的时间，也可以一起参与在小组当中。那我们2024年第1期的深入决心，已经在2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那想要申请的人呢，请填妥你的申请书以及减负你成绩单的影本，那缴交到干事室，好，生日助学金的收件盒里面就可以了。那要注意的是说，你的它的收件直到3月24号就快要截止了，哈。好，那在3月30号，也就是下周6的下午2点15到3点半，在49号601教室有我们的招待同工训练，也请相关的招待同工预备心准时的出席。
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一段君毅的见证的影片。从小在迦南教会长大的我，就是在去年牧师要离任的时候，就第一次感受到教会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会有那么多人一起，是感到很难过、很焦虑，甚至是绝望，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愤怒。就是当下对于那个教会未来的事工啊，然后就是也充满很多未知的恐惧，然后也对于就是有一些因为这件事情离开的会友，就是觉得不理解，因为觉得怎么可以因为就是在这个教会最困难的时候，然后还就是离开教会，就是对他们充满不理解。但是后来青年牧区开始讨论2024年的规划与调整，一直到今年开始执行，才过1个多月，我就看到青年牧区出现各种以往未曾有过的活泼的样貌，同工之间更用心的彼此服侍，更用力的去抓紧身边的人，大家也更专注从信仰的教导去追寻答案。庐山哥他还谢谢我说，我这段时间为牧区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也是受了大家的鼓舞，让我觉得今年虽然充满挑战，然后如履薄冰，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是大家能够更靠近，能很有动力的一起去做更多新的事。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写下了《重启》这首歌，希望能够透过歌曲把这样的氛围感染给整个教会，然后让迦南教会重新再充满喜乐、盼望还有平安。同时，我也把在牧师离任案的时候感受到的人的软弱，也写进了歌词。因为我觉得在那时候，很多人的负面情绪还有误会啊，都是来自人的软弱，就是人都会总是都是先想到自己，不习惯先同理别人。那包括我那时候对那些离开教会的人的不理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但是这些软弱啊，都要因为这个重启，然后我们要再次更新。所以呢，还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去我们的迦南教会的脸书粉丝团，可以再来重启一下哦。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在创作时候的见证。虽然大家都说我在音乐上有恩赐，但要一个人做出一首歌，还是需要会写词啊。我的文笔其实蛮烂的，就是我还记得小时候学校要写作文，我都是偷偷带回家叫翠芬帮我写。但是我觉得是上帝让我在写歌词的时候，然后就不断有灵感涌现，就都会写一写，然后突然回过神来，就已经写好了，而且都能够写出一个还不错，就是不会像是一个会把猫咪大战争的影片植入到那个现实影片的幼稚鬼会写的东西，所以就其实我每次写新歌的时候都会蛮焦虑的。那这个见证呢，就是上帝让我每次写歌都很焦虑，这怎么见证？好，我们一起用掌声谢谢君毅的影片，这是他的见证故事，然后也将这个掌声就是献给爱我们的主，就是他透过君毅的见证来鼓励迦南教会的会友。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发现，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堂有多了一个新的东西？没错，2个机器人。桌球。对，那为什么会有桌球呢？就是我们要介绍，就是刚才我们之前上的那个奉献那个什么，我们一起献诗的歌叫做重启嘛，然后当中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词叫做重启我们 passion 的生命。对，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开始呢，就是我们在5月5号
要重启一个今年度 Passion 的活动，叫做乒乓瘦肉桌。对，那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日期是5月5号礼拜天，然后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对，然后都希望大家一起预备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那我们的地点会在新堂，就是在这里。我们会办一个桌球比赛，然后邀请全教会的各路好手。对，就是大概知道迦南教会以前有办过桌球比赛吗？对，所以我们的迦南大家的桌球应该都不错的，所以就是大家一起组队报名。那我们要2人1组，然后我们会在下礼拜开始开放报名，会有那个报名表，所以大家记得可以邀请青年啊，或是你的家长或是同学一起来组队报名。没关系，这是这个声音呢，对。然后为什么今天会请他们在那边打桌球呢？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对，我们呢每2人1组报名之后呢，你需要来比赛一个，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大家一起比，然后比哪一组你们那个来回打球的次数最多。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感觉你快有点打不起来的话，我们在接下来每一周6的下午开始，就会把桌球桌放在这边，然后就可以在下午到我们那个晚上小组之前，就可以来找你的队友来练习打一下。像他们现在这样吗？不能在礼拜当中打，就是不是，我是说空档的时候。球最多是现在这样子吗？啊，不是，要对打哦，2人对打。有接到的，有接到。对，这样只有1分而已，所以他们那一组张木兄要特别训练一下。对，就是而且我们有个很特别的是，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你们就要拍你们在20秒的影片，那是你们现在对打的状况。比如说刚才木轩只有打1下，对，只有1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影片上传。然后到我们5月5号的时候，我们会正式来比赛。那如果你那时候变成100下，你们就进步超多。那我们主办方会有就是帮进步最多的人，就是有个神秘奖品。对，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比如说在新堂练习，或者去 B1 练习。对，好，那这个是大家都会参加的。那还有一个是选择参加，就是我们的趣味乒乓接力赛。好，那这个接力赛呢，我们要跟你的队友闯5关。好，那就是看到很多美食，对不对？什么四季豆啊、新竹贡丸，这些美食呢，就是在我们的桌上会来进行的。然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那个宣传片里面一一介绍大概要干嘛。所以呢，但是这些这个趣味接力赛啊，很考验的就是可能体力啊，或是弹跳力，或是球感。所以就是大家真的要很多的练习，或是比如说要比较年轻或是壮年，平常有在打球的，然后建议报名。对，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下礼拜会开放报名，然后记得一起揪团来打瘦肉桌。好，那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廷瑞，还有后面的报告。谢谢小周。好，那接着呢，在3月31号，就是儿童牧区有复活节的活动，有个出死入生活力购的活动，那邀请3岁以上，到6年级的儿童参加。那报名的话，请扫周报上面有 QR code， 或者说儿童牧区的老师报名。那第2个呢，就是基要真理的一个周6班。那讲师呢是我们的全家林执事。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找我们木轩。木轩挥挥手，好，可以找木轩报名。对对，OK， 好。那 OK， 因为明天是临时合会了，所以我们要来久违的排椅子啦。好，那接下来就是排椅子时间。好，有照颜色吗？不用照颜色。没有介绍，今天有新朋友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是那个，对，欢迎。对啊，三代的美女，3代美女同堂。Just wanna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Just wanna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got me living with the lights out, chained down like a prisoner in my own house. Shame cycles like a daily medication. I try but I can't change my situation, 'cause that